过去呢，这个宅港社区呢，它会积淹水，那主要是因为我们的这边的社区的一些抽排水的能力不足。那因此，我们在这一次，我们透过内政部营建署争取了5300万元的一个经费，来办理了191米的一个雨水下水道的一个新建。那另外呢，我们还设置了一个3.6 CMS 的一个抽水站体。那这个部分呢，这个抽水站体的设置完成之后呢，将我们的这个社区的积淹水的问题也可以做大幅的一个改善。阮这是因为823水灾了后啦吼。互阮饮水哦，因这百姓是足痛苦的。有这个抽水站了，阮感觉讲应该来吼，会改善到阮饮水的痛苦。地方哦，一寡生命财产可能会较有保障啊。因为阮听讲哦，这是低洼地区啦，平了做大水就大家拢饮水啦吼。经过阮的努力安尼吼，争取市府这个都种100空边的引水源。都地标较紧，都做到今年都安尼好，相信对阮的这百姓财产生命真重要啦，可能会改善足多啦。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学甲区在集水溪以北的社区属于易淹水地区，如宅港、西平寮及学甲寮。每逢短时强降雨，加上地势东高西低，积水无法正常排放，就会导致聚落淹水的情形相当严重。台南市政府与中央携手合作，投入5300万的治水预算，将宅港抽水站抽水量提升，并增设雨水箱涵，把保护标的拓展至全聚落，大幅提高社区防洪抗洪的能力。来听听韦哲市长怎么说吧。其实对于学甲来讲，北学甲是往这个集水溪，南学甲是往将军溪，两边来排洪。那所以说，两边的水系虽然一个学甲，但两边的水系是不一样的。那这边是在北学甲，所以能够在这个下大雨的时候，或短延时强降雨的时候，能够赶快把这个水赶快排掉，那很重要。那尤其当集水溪的水位升高的时候，那应该要把水闸门关起来。水闸门关起来，内水就无法排出去了。那所以说借着这个宅子港、铁亚港的抽水站，赶快把内水抽掉，那就避免我们这个社区来积水。因此呢，这个抽水站是很必要的。那能够有这个3.6 CMS 的这个抽水量，也就是每秒钟能够抽掉3.6吨的水。那这样子对于社区防洪有很大积极正面的帮助，也对于这个水患的减少或甚至于消除有很大的帮助。我们希望说，铁亚港抽水站、宅子港抽水站完成之后，这个地方能够民众能够永保安康。大家好，我是陈美纯，欢迎收看3月7号礼拜2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迎接一档一届国际妇女节，中西区区公所规划伫个3月8号妇女节的动工，只要是年满18岁女性朋友，去到中西区图书馆借10本册，前50位就赠送一蕊玫瑰花，邀请大家踊跃去图书馆借册，好好充实家己。为响应国际妇女节，中西区图书馆伫明仔3月8日动工办理女性借册着送玫瑰花的活动，除了是要向女性朋友表达因对着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家庭教育等各方面的贡献以外，也希望因伫咧无闲的生活当中，嘛会当拨一点仔时间享受活态趣味。3月7日是咱国际妇女节，互咱南市中西区图书馆有了。要配合咱这性别平权这有意义这节日啦特别伫咱图书馆安排一个越来越美丽的主题书展针对咱女性朋友较关注的课题来把这个册捡做位互咱女性朋友会当要来借会当较好借啦尤其中西区图书馆是一间位伫咧古迹内底图书馆，不但装饰丰富，而且建筑装潢古今兼备，真有特色。
官方非常欢迎市民朋友踊跃来借册看册。各位女性朋友啊，在我们3·8妇女节能够来到我们全台网友誉为最美古迹图书馆的中西区图书馆，那同时呢，因为阅读就是一种知识的力量，我们希望女性朋友也能从我们多元阅读、多元类型的馆藏中呢，图书馆浩瀚无穷的公共资源中，透过阅读来，不管为家庭、为职场或者是为生活而努力奋斗。针对这次妇女节活动，中西区图书馆也特别规划“越来越美丽 Women's Day” 主题册展，参照是让人会心一笑的老公使用说明书、妈妈使用说明书、勾勒人心的时尚女王香奈儿、穿着 Prada 的恶魔、丹麦女孩、阮的青春梦顶，热情邀请女性朋友来到中西区图书馆，享受美好的阅读甲文化体验。台南新闻张秀维采访报道。进前若是海军的军舰停靠到台南，拢会吸引真侪民众去参观。不过因为疫情的关系，海军已经有2档无实施国内环岛航行训练。今年3月12号到13号2天，军舰将再次停靠到安平上港，并且开放参观。民政局邀请机关团体甲民众组队去参观，嘛提醒大家登舰也是爱挂喙罨。现在海军舰队即将展现的是 V 字胜利队形。胜利队形必须靠着整体的默契，配合音乐的节奏及枪法的变化来完成。过去海军军舰来台南，海军官校游击队甲台军队的精彩表演，总是吸引满满的民众眼光。而受到疫情的冲击，2天后，今年3月12、13，海军军舰将恢复停靠安平上港，再次开放登舰参观。台南市民政局都要邀请机关团体甲民众组队，把难得机会来认识海军的装备战略。那呼吁市民登舰一定要主动提出身份证明，并且要记得挂喙罨，安全第一。我们在安平的海港敦睦舰队的磐石舰跟承德舰要停靠在海港供市民朋友来参观这部分呢，除了说展现我们的国力之外呢，他们还有海军的仪队的表演，节目非常精彩，差不多1个小时的表演这个部分呢，请市民朋友把握这个机会呢还有疫情期间，也希望说大家都一定要全程戴口罩。民政局表示，活动期间只开放新信路管制站予民众出入，而且预估2天会有数万人潮，所以也是请民众尽量使用大众运输前往，避免造成塞车的困扰。台南新闻军集采访报道。伫安平经营中药行的单二店，应用时代转变，将中药行创新转型。除了开发汉方的咸梅仔汤，嘛开放中药行成为艺文展览的空间，甚至搁伫中药行替人设立，希望伫无形当中会当作为引导的参考，变成一帖快乐的药方。第二天伫安平所经营的德记中药行，除了传统替人客配药材、煎药重点是已经创新转型，互中药生活化，互药材加入咱的日常。其中将汉方的概念来自桂花酸梅仔汤，就是每一天限量热销的产品。这2天来，已经将中药行变成册店，鼓励民众阅读。民众嘛主动交流相关中医药养生的册子，但伊听讲阅读本来就是快乐的代志，就参像中医的药就是快乐的草。开始伫欣赏中药房要变成安怎拢无奇怪，特别102年用册字成为政府认证的街头艺人，嘛互册字的专长变成中药行的营业项目。中药房就是一直在推中药房生活化的一个推广嘛，那包括中药房可能就是中药房跟厨房的关系，跟书房的关系，跟卧房的关系，那最重要是跟心房的关系啦，那因为现在人在疫情期间还有这些世界就是很紧张很快的时候，我们希望能够用这种测字的方式让大家能够
心情获得缓解，然后就跟心房能够解决，能够让大家更心情愉快，有幸福感。第二点强调无迷信，甲其他算命无共的异性七日，就希望若有人迷路时报一条路共款的心境。当然嘛，参照新兴科预防的概念，引导受测的民众有无共思考去做改变。镜子本身就是让我们看见自己嘛。好，那我是透过一个我自己为镜子，然后你站在镜子前面看看你自己，的内心。那这个是一个很巧妙的生活体验哈。那我们不希望它是怪力乱神或是迷信啊，所以我们希望说，你来体验这种感受了解说，其实中药行里面也有一些趣味的一个药方比较妙的药方这样子。我们过程有一位10当前来受测的艺术工作者，嘛意外成为团成测字的学生。从一开始，我原本说我绝对不要学，结果变成我是最后一个学的人，然后而且算是应该说可以说自己很厉害吗？那应该说我在这方面算是很厉害。对。为什么这个改变呢？改变吗？我觉得没有，因为也是要多跟人接触，是去帮助别人，而不是改变自己。咱讲命运天注定，毋过拍拼也是掌握伫家己手中。第二天强调，伊成为一面镜，用欢喜心来替民众排解，嘛是开一条快乐的出远。至半冬后到应验的随人知。今日新闻郭文吉采访报道。为伫安平东兴洋行边仔大盐绿色宿舍，限伫2冬后，总算有第1个业者进驻，先将周边的环境做整理，互民众会当伫个绿色的空间当中，用全新的饮茶文化，感受传统的浪漫，嘛为安平增加一个休闲放松的好所在。这间原大盐绿色宿舍兴建伫咧西元1917年左右。原本是台湾总督府长官的大宅，二战了后改为大盐的员工宿舍。经过文化资产活化了后，成为目前看到建筑景观。那我背后这一栋原台盐日式宿舍其实它在日本时代的时候就已经存在了。那时候是台湾总督府安平分市长官的宿舍，那一直都是在做公家的宿舍，所以一般的民众呢比较不容易来了解说这边的环境是怎么样子。但是呢，其实偏偏说在我们热闹的安平有很多的观光客，很多的民众，然后走到这个地方来，都会感受到这边非常清幽安静的一个魅力这样子。经过整理、重新规划，最后由长期推动茶文化业者进驻经营，并引进上新体验茶食文化，要互食茶少年化，嘛会当互更侪人认识安平这个新的休闲空间。这次我们合作的团队呢，主要是推广茶的文化。那茶的文化一方面也反映出我们过去在安平这一带有很多的洋行，那洋行他们在做茶的贸易，那表示这是在国内外呢大家都非常喜欢的一个生活方式。那所以这一次呢，我们的经营团队呢也对茶文化呢做了一些开发跟创意，那希望能够吸引更多的年轻世代呢来接近一个这么美好的一个生活的方式。我们是结合日式跟中式的茶文化，然后再做一个整合，这样对，所以我们是算是一个比较新的茶文化体验，对。然后我们除了实体的茶席体验之外呢，我们另外就是有贩售茶饮品。那我们茶叶饮品都是野生茶叶的去冲的现冲的。另外一边的中馆也将规划成艺文展览空间，要让民众来安平佚佗的时阵，嘛当透过各种展览，更加认识台南的历史文化。台南新闻张秀维采访报道。特教的教材也会当变甲真好耍。在台南市教育局日前举办的特教教材教具设计比赛当中，北河国小老师就针对特教班的学生设计出大富翁教具。另外，永康国小则是以夜市仔和金皮作为教具，打破传统教具的刻板印象。
画面上的这款大富翁是结合台南白河周边的在地文化以及地理环境所设计。这是特教老师将伫特教班的学生所制作的教材。这个教材得到今年教育局特教教材比赛第1名。在上课当中呢，发现学生呢对于生活圈以外的世界都非常的感兴趣，所以我就设计了这一份教材。我希望呢，学生可以透过搭乘火车走出他们的生活圈。那这个教材上面呢，就是有各个台南的一些小站，比如说后壁，然后就会结合它后壁附近的一些风景名胜景点，然后每一个都是不一样的。除了有台南的景点之外，还佫有侪车票甲关卡，互学生畅游大台南。而且大富翁对特教班的学生来讲较好理解，同时佫会当增进学生的社交能力。另外，用面桶、乒乓加上抽水布达，这是依照夜市仔和金鱼所发想出来的教材。那怎么样子透过游戏去调查他的生活，去问他的生活的娱乐是什么？所以我们就把这个捞金鱼、夜市捞金鱼的概念呢，跟这个英文的单字英文字母的教学呢 combine 在一起。那这个教具就是这样呈现。2位老师都是非常杰出的老师，他们分别用他们的教学经验来设计这个教具，让孩子能够亲身来体验这个教具的趣味，而且在里面学到的是技能跟知识。那他们都是就地取材，把很简单的一个物品，然后用他们的巧思跟创意，做出非常独特的这个教具。为了提升老师制作教材的技能，台南市教育局伫去年办理演习营，并举办比赛，来激发老师研发创新教材的潜力，颠覆大家对传统教具的刻板印象。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台湾创价协会伫全台举办文化艺术系列展览，至今已经有20档。今年邀请到抽象画艺术家曲德义来进行巡回个展。希望让民众感受空间甲色彩交织而成的水，透过镜头，咱做伙来欣赏。艺术家取得意受到台湾创价协会邀请，伫全台12间美术馆进行巡回展览。第日前来到台南市安南美术馆，伫开幕典礼即天，多位学校艺术界的贵宾拢到场参加，表面相当热烈。荣幸承蒙许德义馆长支持。参与此次巡回展，为创价的艺文系列展览增添无限的光彩。取得伊的专长是抽象画，将压缩水以及材质之间的冲突，互人无同款的视觉响应，同时融合当时文化甲艺术家个人对抽象画的理解。抽象画是蛮有趣的一个东西，有人说他看不懂抽象画，有的人盲目的喜欢抽象画。我觉得轻松一点，就是你穿衣服一样，是你自己选择，你高兴就好了嘛，你喜欢就好了嘛。作品画面以抽象笔触搭配单色块长条体，充满生命的跃动，形成鲜明的曲式风格。这个展览是台湾创价协会所举办的文化艺术系列展览，以探寻台湾近100档的美术发展作为策展主题。到档已经有20档，每一档超过20万人参观，希望会当透过艺术，让大家熟悉台湾的历史。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由剧场工作者温慧文所发起的狗狗手合作社，主要是要促成艺术甲教育合作，推动囡仔艺术教育。所以结合各种的资源，串联老师甲艺术团队，推出艺术圆盘计划。第一号的作品永远卖大汉的所在，4月份将伫台南文化中心完成剧场做演出。狗狗社合作社成立的目的，就是希望让大人囡仔拥有共同的艺术经验，让艺术家甲教育家携手前行，整合艺术、教育以及民间资源，成为推进艺术教育动力。大家做伙来狗狗社，点亮囡仔新未来。台南1983年文化中心，今年40年嘛。1983年文化中心成立，云门来演《红楼梦》，那时候我就是个小助理，然后那时候我就到文化中心来。那真的经过这数十年，我看到文化中心、台南文化局的同仁朋友们，持续的在这里坚持。所以为什么当狗狗手这个念头发生的时候，我就想它一定要在台南啊。
青平台经会董事长郑丽君也亲自来到演出现场，并伫致辞时表示，伊家己也是家长的代表。身为母亲的伊，伫听到温老师的艺术玩伴计划时，深受感动，马上就决定要做伙来勾勾手。我记得过年前温姐到台北找我的时候，然后听她一席话，讲这个计划的一个这个理想跟她推动的方式，我就好感动，好感动哈。那一方面，她满足了我作为一个孩子妈妈的期待另外一方面，她也仿佛让我过去在文化部长任内，我想要推动文化扎根的工作在这边梦想成真，所以我说太棒了。这个是梦想中的计划，我说一定要算我一份，我也要来勾勾手文化局长陈小晨近伫记者会上分享，家己囡仔伫文化中心成长的过程。现在就是要从小学、从幼稚园、从国中这里开始，让他们去接触。我觉得这时候的改变还来得及因为我们包括我们16岁的艺术节，其实让很多人，其实后来都去从事相关的一个读戏剧系也好，是做艺术行政的工作，觉得这样的东西的影响其实非常深远那也可以让我们的人才可以一再的出现。其实我家老大是练视觉设计的所以可能他常常在文化中心陪我上班也有关系吧。台南市玉山国小郑宇胜校长也出席分享，如何积极教师资源，顺利邀集一间小学师生共同参与艺术玩伴计划。演出不只是演出，更会当延伸到教学现场。4月8日到16號期間，將有超過1000名小學生來自屏東、高雄、嘉義以及台南16間小學，會當行入去劇場享受藝術所帶來的感動。台南新聞張碩偉採訪報道。通常民眾較定食的圆仔，攏是家己的甜湯內面變成甜的圆仔湯，毋過鹹圓仔嘛是另外一種食法。高雄市都有一間麵店，招牌就是鹹圓仔，外皮是用純米糜，加落去非常的 Q， 而且內面的鴨嘛是真豐富，有真濟人客是3代攏來品嘗。好大一顆湯圓，裡面包的不是芝麻，也不是花生，內餡是由多種蔬菜和豬肉拌在一起的原料，包上純米下去磨製的外皮，大口咬下去，層次分明，外 Q 內香，讓人一口接一口停不下來。小時候吃過，印象蠻深刻，因為以前其實不敢吃鹹湯圓之後吃到我覺得蠻好吃的。這間店是岡山老字號了，鹹湯圓的功夫是由眼前的奶奶研發的。目前她已經80多歲了，20幾歲的時候就自己研發出這美味鹹湯圓的獨家配方，現在依然維持這個味道，讓許多饕客是連3代來品嘗。這原味的原味的都米無的甲落甲暖暖就好我現在80幾歲嘛，迄陣20幾歲，足濟冬啦。較早是我研究開現在就當阮先不賣鹹湯圓製作從頭到尾都要自己來，黏米包餡都不能馬虎。為了因應民眾的養生需求，現在更推出南瓜口味的外皮。因為之前的話都是那個白色的皮，就是原味的嘛。然後後來因為時代大家都比較喜歡那看起來比較有顏色的東西，就感覺比較漂亮。然後後來我們就研發那個南瓜的，就把那南瓜把它蒸熟，然後把它那個攪碎，然後和在那個外皮然後這樣子看起來也比較漂亮。然後最主要南瓜又養生好吃到不行的鹹湯圓以前是冬天限定，但沒想到炎炎夏日也是很多人搶着要吃，現在已經是全年供應。為了讓更多人可以品嘗到這獨家又傳統的好味道，記者黃冠偉、關夢如高雄報道。感謝你收看3月7號的中嘉台南地方新聞，我是陳美純，咱再會。